请各位兄弟姊妹注意，投票的时间到10:15截止，投票时间到10:15截止。还没有投票的，请赶快把你的票投入投票箱。这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的新约圣经《使徒行传》3章11到26节，别为圣经记伫新约第134页。其他版本的耶稣，请看文末。《使徒行传》3章11节，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3章11到26节，《使徒行传》3章11节。迄人看彼得、约翰的时，正百姓大奇怪，一齐走来就问因。伫迄个名叫所罗门的领廊，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讲：以色列人啊，啥事掠即个做奇怪？啥事主目看阮？哪亲像阮用家己的才能，还是敬虔互伊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咱列祖的上帝，已经用光伊的奴仆耶稣，就是恁遮个所送交的，搁伫彼拉多的面前，当伊语要放伊的时，恁搁毋认伊。安尼恁毋认迄个圣国义的，反倒求伊用一个凶犯互恁。恁害死活命人君，就是上帝对死人中互伊国外的。阮才会做伊的干证，因为信伊的名，就伊的名互即个恁所看所捌的人用行，是迄个对伊来的信，互伊招成，好伫恁众人的面前，兄弟啊，当我知恁安尼行是对，毋知影，恁的官府也是安尼，独上帝互众先知的喙，参与伊的基督所要受的害。伊有安尼应验伊，所以恁着反悔来活转头，互恁的罪会得到撤销，互安乐的日期会对主的面前来。佮主要找为着恁大声定着的基督，就是耶稣，天的确着接纳伊，到万民复道的时，就是上帝对创世以来用伊圣先知的喙所讲的。摩西捌讲，主上帝要伫恁兄弟的中间，甲恁挺起一个先知，亲像我。凡若伊所甲恁讲，恁着听伊；凡若毋听即个先知的，要对百姓的中间一针灭伊。搁这个先知对撒母耳以来见有讲的，拢是传播这个日。恁是先知的子孙，承接上帝甲恁列祖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就是甲亚伯拉罕讲，天下万族要伫你的后裔得到福气。上帝已经挺起伊的奴仆，找伊来大声祝福互恁，就是互恁逐人活转离开恁的歹。以上，这时请本堂由普洪主任牧师来讲道。要讲的题目是神提案，你讲好就好。现在请本堂。由波洪主任牧师来讲到，要讲的题目是神提案，你说好就好。咱当先来祈祷，同心祷告。主，你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主，你是以马内利，甲阮三个同在。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拍开心门，了解主你的真理，真理要互阮得到自由，真理要使我们得自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甲咱三个分享的华语的题目就是神提案吼。若台语讲，你讲好就好哦。就上帝讲话算话，上帝说了就算哦。顶礼拜咱看去透过主升天的时候有目共睹嘛哦，大家在众目睽睽的之下耶稣升天，但是在升天之前哦，伊在上天之前交代啥？定讲牧师你要交代啥，我都无要岔开了吼。我吩咐啥呢吼？在吩咐什么？耶稣吩咐什么？讲恁就去就万百姓做好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你们就教他们遵守。我
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讲耶稣交代这吩咐这使命吼，伊要上天就是交代因这使命，讲恁就爱安尼做哦。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真要紧，我最爱这段的圣经哦。但圣灵降临的时候，咱做回来念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种圣性充满，甲恁三同在，恁就要得到这个能力哦。这个才能要帮助恁啥？毋是提高家己，讲家己外交，毋是哦。要互搁较侪全世界人、全世界人会当得到啥物？得到这个福气哦！哇，敢有真诶？敢是真诶嘛？耶稣讲诶话敢真诶？真诶吗？真正会通对耶路撒冷，然后展现出上帝大权能、大全能，然后对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全世界吗？有可能无？有啦吼！你真正有相信吼？所以今仔日咱当有福音通听，我们有福音可以听，是因为耶稣他宣告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大能充满。所以咱有看到使徒，真正本来惊袂着顶，你知无？惊甲皮皮喘，拢眯起来。但是当使徒行传第2章第2章讲啥？圣灵充满在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大得能力，因得勇敢。第3章开始，咱有看讲因进入到圣殿在美门做什么？如果这个故事的前面有一段有一段啥？有一个去食对不？来讨，袂惊。就在身障的部分有一些的障碍身体伊甲讨钱讲好心的阿伯好心的来分者彼得讲啥？金银我拢无啦，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伊毋是用唱的啦这有一首歌金甲银我拢无，你毋免甲我讨，总是我要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安怎行？哇，他就行走着、跳着赞美上帝。哇，你来看，本来很惧怕，但是得到圣灵的能力，用起来你知无敢对付这个祭司头、经学师、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应许与我们同在，那个能力是让你胆怯的能够变刚强，让你软弱能够有能力。所以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祈祷，让有看病得医治，神迹奇事就彰显。但是在这个时代，伫这个世代，有安尼无？拄啊讲，我相信耶稣的话，相信耶稣的话，咱来看因一段影片一段的影片。这段影片是布永康牧师好像最近过世了这段影片说是在这个时代，伫这个世代。我们看耶稣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更大的什么事？”这个布永康牧师他在大概10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在非洲传福音，所以他一直有这样的领受、这样的意向。那圣灵就与他同在，那个全能就充满，所以他就到非洲的非洲各所在。你看一场的报道会，你看偌济人，真正互人着惊。这是伫奈及利亚一场报道会这比咱的选举造势搁较哇，这袂滚生笑者所以，当圣灵的能力充满的时候，上帝要使用这个。你能入去 YouTube 内底看讲布永康牧师有较完整的我只不过是取一段的影片当时候他在非洲的各地
他怎样去布道，从小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细汉的时阵，10岁的时阵，伊就有这款的日子哦，大声一点点。因为耶稣在你内面。国字的人1859593。完并归你主耶稣。伫今仔这个世代，咱看讲对这个使徒，耶稣只有应允因要得到这个快乐灾难的时阵，因对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全世界。所以透过使徒，今仔日这个世代有最这个牧者这个牧者，传福音的人，因伫各所在奉主的名伫遮来宣告。咱看见得救的人，真正是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哦。所以今仔日咱看见，透过这段圣经，要鼓励咱安怎对当时遐个世代，当时遐个会众，先甲因骂一骂，然后咧，甲因讲因错误伫倒位，错在哪里？然后骂了，佮笑笑的，然后甲因讲，恁有一条路通好行，你们有一条路可以走，你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抉择，你就能够过安舒的日子，安乐的日子。然后佮诱到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族长，对亚伯拉罕的约，然后讲起咱会通伫遮来得到承接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之约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今仔要甲咱讲的就是讲，上帝提案神提案就讲伊讲啥就啥。所以人要安怎去回应，人要回应，怎么样才能够最得图效？第二个。神提案之后，神有一个约定，上帝甲你约束，立约，所以透过甲人类的立约，彩虹你无轻，人看见迄个轻，哇，就想到伫创世纪迄个那造大船，人类毁灭。今仔日咱看讲有啥物重要的关键？你有啥做啥物才会当互这个约定、这个约定进入到伫你的生命内底？所以彼得。伊到伫这个水门伫遮来医治了后，引起大家哇开始烧钱伫遐扭咧，哇拜托甲祈祷者，咱嘛捌看讲真侪人就会去追找遮个医治特会对无？哇，这便利品哇便利品，还有谁比较有医治全能的病到尾到最后会追人呐。好，弟兄姐妹。咱来了解讲，上帝只是使用可能牧师也是遮个奴仆来做医治，总是医治的权对倒来。所以彼得就排除因的错误。我甲你讲，医治恁的毋是我，是迄位耶稣。但是众人就安怎？帮研究的来甲我祈祷者因为你作恶的是你的能力。彼得指出讲，毋是我教，所以今仔日咱拢爱真细意。你若作恶祈祷，互人得到医治，毋是你的教，是耶稣的权能伫你的内面，伫做工。阿门嘛。所以恁爱时时提醒牧师，恁的医治受医治，毋是因为我，是因为耶稣，是因为耶稣的名。彼得咧讲，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所以牧师嘛是奉耶稣的名，叫你的病得到医治，你的心灵会通得到安慰，得到自由啊！所以兄弟姊妹，
彼得指出因的错误，来因误解、误解，甲因改变，然后咧，讲安尼唔对啦，是因为耶稣的名，因为耶稣的缘故，天地万物无一个名是胜过耶稣的名。所以等你信靠耶稣时，你就唔免惊，你就不用怕到那个黑暗权势的冲煞嘛，对不对？所以丧葬的时候怎么办？我儿子问我，我会跟他讲，伊要参加一个东奥因老母的告别式，要去拜拜，要安怎？我讲你就祷告啊，全副军装为自己祷告，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你，奉主的名来穿全副的战甲，以有数第6章遐，倒转去看。每一遍牧师若要服侍，这丧葬的事，我拢会先为着家己祈祷，求主的保护来遮看。毋是讲我做牧师，我就哇啦，免去惊吓，免去烦恼啦，真自大高傲，不是，我们还是要很慎重、很谦卑，互主的遮看保护伫咱的心上。第一，伊咧讲起讲，恁就是无知，然后气杀。恁所抬这位耶稣是啥？伊是创造生命的主呢？是伫创造世界人，你要看耶稣就伫，耶稣就伫咧，他就是生命创造的主宰。伊虽然面对死亡，恁甲害死，恁甲钉死，你钉死他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使他复活。所以，因为有耶稣的复活，昨个个别礼拜，我对这个无信的家属、这个朋友讲，因为耶稣有复活。成为我们众人出熟的果子，复活出熟的果子，就是有耶稣的果仔，咱对未来有这个盼望啊，果仔的盼望啊，讲做咱头水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所以彼得伫迄个讲道的过程中，咱哪像在责备，你也看恁杀死耶稣，但是毋是安尼就算了，上帝予伊果仔，所以咱要敬拜是一个。赢过死无关系，胜过死亡权势的主嘛。咱唔当对未来有盼望。昨我看这个三剑兄，他的临终，然后到冰存化妆，无啥物改变，很好看。所以伫遮咱我神提案，伊讲准绳啊。上帝为圣经为什么要读？为什么要读圣经？得用上帝的话说了就算，他允许我们。甲咱报一条讲，恁错误，你们做错了，要安怎悔改？所以心思回转归向上帝，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当恁来悔改认罪，回转到你主的面前，总是毋是安尼尔，要接受耶稣，成做生命救主。最近我嘛伫搁甲遮个要洗礼的人来面谈吼，话讲我爱转去问我的爸爸者，我唔要紧。你就祷告，但是记得上帝听你，耶稣爱你，愿意为你付上代价。所以即马为咧报名3月洗礼啊吼。张维轩的阿嬷吼，其实她有表达啦吼，98岁，伊嘛想要信耶稣，拍婆啊甲上帝将荣耀归予伊。98岁，我洗过99岁啊。但是上帝不放弃每一个人，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哈。我们要继续为阿嬷祷告哦。98岁能够接受耶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耶稣的帮助，心意更新，所以伊就讲，恁就要回转来，咱读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台语的下面来。所以恁就反悔来活转头，互恁的罪。得撤销，互安乐的日子会对主的面前来，佮主要找为着恁大声定着的基督，就是耶稣。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透过耶稣帮助咱，互咱心意更新，然后有一个行动接受耶稣，成做生命的救主，然后这个罪就安那。你互设定的时阵吼，甲伊讲道消啊。夫妇的无啊，即个无不离你的义句拢无啊，好，所以咱来看讲，人若回转改变的心，有啥物款的一个结果？是毋是亲像
圣经所讲的，互恁安乐的日子，大声一点点。顶礼拜我无放着，因为在选举啦。那我看伟人的传记，其实都会想说有为者亦若是，所以我从小就希望长大之后我要出人头地。他是媒体教母。当我每一年寒暑假从台北坐火车回台东的时候，火车外的景致就是从高楼大厦慢慢变成稻田，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衣锦还乡，盖个大房子给爸爸妈妈住。有一次一周刊特别提到我说媒体教母。会这样称呼我，可能是我掌握了台湾超过1/3的广告量。我以前是一个逢庙必拜、逢命必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人生未来没有安全感，就很想说去找一个东西能够抓住它。我有2次卖公司的经验，第一次在2003年的时候卖了我第一个成立的公司，叫做媒体库。我当时还没有信耶稣。有大概2年多的时间呢，我每天的心情都是起起伏伏、忐忑不安的，可能局势很不稳，赶快把公司卖掉好了。隔2天我就会想说，不要卖好了，因为我这个公司好不容易从0做到台湾第1大的本土的媒体公司了，卖掉好可惜哦。过2天我就会想说，还是卖好了。那卖给谁好呢？今天想卖给 A 公司好了，因为 A 公司给我的钱比较多。下一瞬间我又想说，卖给 B 公司好了，因为 B 公司的舞台比较大。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就会一直反反复复。第2次卖公司的时候呢，我已经信了耶稣了，学会交托，我就跟上帝祷告，如果这件事情是合你旨意的话，就请你帮我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如果不合你旨意的话，就请你把所有的门跟窗都关起来。结果我卖联广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卖掉了。而且我卖得非常的开心，就是我那2个月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安稳的，真的很不一样。进教会之前是去参加法会，上法会之前你要经过审核啊，好不容易透过了审核之后，我就见到师父。后来他们的执行长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师父在10年前见证了如来，如来呢就是造物主，就是上帝阿拉。我们这辈子呢很荣幸可以认识师父，然后师父就会带着我们去见证如来。当时就想说，认识耶稣，认识造物主，干嘛要透过你？我个性是很直接的 ，get to the point 的，我怎么可能会透过你一个人再去见证如来？所以我当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写了 LINE 给我所有基督教的朋友，请问你们在哪里上主日的啊？结果居然没有人理我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人缘太差，还是他们太忙，还是他们不敢相信。过了20分钟之后，我又发了一波出去，你们在干什么啦？我要去上教会，谁带我去？后来呢，就林董回我了，就带我去林良山庄跟基督之家。人生很无常，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的，所以你也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我从来不会讲说人定胜天。时间表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我3年多前我受洗了，我在受洗的当下，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认识了主耶稣之后，我好后悔，为什么那么晚才来认识他？因为如果我早几年认识他的话，我的人生会走得更轻省。这样说不是在告诉大家说啊，你只要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不会有挫折困难。信了耶稣之后，因为你有一个很强大的靠山，你就会去轻看这些挫折、困难跟挑战，因为我们的神是胜过这个世界的，你还惧怕什么？咱看人生的改变，因为回转，因为人脉耶稣心意更新而变化。伊讲伊信耶稣了，做后悔，后悔啥？后悔什么？伤慢啊！兄弟姊妹，若遐活地遐袂慢，你知无？吼，慢是慢，讲安怎？都要岔开啊！吼，无法度接受耶稣的救恩啊，迄就是伤慢。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我在邀请他的时候，他常常跟我说：“现在很忙，等我有空啊。”当我靠演的好不好？我就回问说，什么时候比较有空？什么时候？倒底下袂顶袂当的时阵上有用安，对不对？不要等到没有办法回应的时候，才想要来洗礼，好吧？
当你接受耶稣那一刻，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接受耶稣迄个时刻开始，你的生命是绝对无同款的。亲像宜香这位姊妹，媒体教母，伊影响真侪咱看过广告，影响咱的思想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或是什么一些的广告，我不晓得。但是至少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广告都是在他的掌控，但是他没有办法掌控他自己的人生。其实你也可以看完整，他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当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耶稣在他生命内底，伊心意更新变化。后壁咱看这个约，上帝的约束就成就在人的中间。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族长，这个约一直到底啊，对信心的老爸亚伯拉罕，一直到底咱每一个人，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个信心使这位瘫痪的人得医治，信心使很多这一些的可能忧伤或者是没有盼望的人，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使这一群门徒这群的学生本来惊到要死，真正惊到要死，惊去互掠去怕，但竟然因为耶稣的应许，耶稣的应允讲，圣神甲恁三同在，恁要得到这个亏难，真的呢，所以得到医治，得到改变。这个约一直到咱的世世代代，所以咱的使徒圣经的信仰个别的时阵，咱讲啥？也是讲10条诫。这个福气是要对爸到囝到几代？恁拢袂记哦，10条诫。恁若倚靠上帝的人，伊的祝福要对爸到囝到3、4代。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这样的一个咒诅，这样一个祸患是直到1000代。弟兄姐妹、兄弟姊妹，咱看对亚伯拉罕这先知所讲的，今仔日这个福气嘛，要临到伫咱的中间。我知影咱中间嘛有一寡无道的，对社区来参加据点等等，可能你也搁在担心。要取得别人的同意，你才能够愿意来接受。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决定权在你的身上。当你决定了，你可以得着这样一个祝福，你也可以能够成为你家族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很多说我是大人搁伫咧，所以我无方便来洗礼来信主。转个念好吗？心意更新，回转一下好吗？如果你先接受耶稣，让这个永生的福气、永远的幸福在你的身上，上帝也要透过你成为你家族的祝福。阿们吗？不要等我们的长辈过世了才来信主。我讲这嘛是算不好，你知吧？因为你知影这个福气，你留要家己得，你无要互你的世大人当得嘛？用牧师你唔知影因迄心愿的，我讲，神都会改变，上帝拢会改变。昨我放一个影片讲，铁器的好野人铁齿富翁，神也都能够翻转，当机倒头都拢会当信主啊！是安怎你的亲人袂当？所以兄弟姊妹，求主来帮助咱，会通伫遮回应，信靠耶稣，回心转意的时阵，咱就看见这个福气、这个约定、这个约亚伯拉罕之约就会临到我们身上哦。我们一起站立哦，我们一起站立。咱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讲：主若甲咱同心做伙行，你就要成做万人得到福气的祝福的管道。阿们嘛！上帝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互人来得到福气，咱的社区关怀据点叫做啥？德福社区关怀据点。当这时，因为牧师在问我牧师这要号什么名，我就祷告，神你要给我们什么？德福，要得福，是众人因我们来得福。起码上帝也要因你的缘故，使你的亲人要得福。使你的职场的同事朋友得福。你如果是公司老板的，
好不好？善用上帝给你的才能，好好的影响你的员工，成为他们的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都有同学，都有同伴，上帝也要使用你。今天拣选出来不是只有一个名分而已，真的要甘愿哭落去服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跟真理。我要甲主做伙行，沿过溪水尾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万事伊在照顾，我是放心来交托。我有耶稣，我有耶稣，一世人对我作伴，伊的听他永远袂煞。我心灵真正开我，一路上心的石，石石满满。我要甲主做伙行，我的需要伊知影。来宣告，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名通永远袂煞，予我心灵真正开我，一路上心的石。咱有耶稣，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听通永远袂煞，予我心灵真正开我。上心的石，石满满。咱做来祈祷，一起来祷告。主，愿有你的同在，一世人的做伴。主，你永远甲信靠你的人同在。主，你的话是真实，你的关联就要甲阮三甲行伫这个世间的道路。互阮的心灵真正开阔，因为你讲阮的心意若更新认捌你、认识你，我们就能够过安舒的日子、安乐的日子。帮助阮受拣选的兄弟，去互万百姓做你的圣，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主，我们相信等主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就能够安心的面对你来交账。愿你赐福我们，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没有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爸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主耶稣真做人。第3日过活，真做阮永生的愿望。求主来帮助阮，互阮伫主耶稣的学习的下面，会当互阮哪成全来学习主耶稣你的款式。常时求主来帮助阮，在早你互以撒想死伫迄种造的时阵，你就百倍收成伫伊的身躯顶。我相信在现今，你也要应验伫阮的奉献，你也要真做百倍收成伫阮每一个家庭的手内。我相信，主你就要施恩赐福伫阮每一个家庭。这是阮献上感谢、感恩祈祷，拢是用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坐。这是请尤牧师来报告。请尤牧师来报告。之前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敬拜兄弟啊无？毋捌甲你介绍过无？若无咱来看这周报的消息。今日是新德中会宣告奉献主日，请这关心大道甲奉献。咱随时就要召开2020年定期会员好会。咱念伊会补选2名的长老，3名的执事，咱拄仔已经有将第一次长老的选票投入去伫票柜内底。多少？咱即马，咱这在人在教会的人数是695名，请假人数是214名，引导人数481名，咱实教的人数是312名。所以咱生会的人数是241名，所以咱拍鼓啊，表示咱的会员好会通成立。
所以咱张老第一次的收票是302票，废票25票吼，有效票是287票，过半数是爱162票。我来宣布吼1号洪翠玲是142票，李树理是19票，2号3号黄才之2票，4号翁炳宏25票，5号徐胜峰37票，6号康德恩34票，7号吴新敏7票，8号陈明宏82票，9号蓝敏和9票，10号陈如山109票，11号蒋成模86票，所以我们会157吗？我们收票发票312哈，那157哈，157过半数。所以咱的157票，但有过半数，所以那个票数有吗？来，第一个142，第二个19，第三2，第四25，第537，第6 34，第7 7票，第8 82票，第9 9票，第10 109，第11 86票。虽然征求大家同意，会当对这个第4就种倍数啦吼，倍数，第3次3倍，就6个来选那安尼就是对10号、1号、11号、8号。阁有5号甲6号，10号我第一个念啊，不要紧张，对等一下再把这6位拉出来，好吗？或者是其他就去掉这样好，这是第一次，所以第一次这张老拢无过半数，其实咱过来对这个中间来倍数如果若第2次佫拢无选出完全选出来第3次牧师征求大家同意，对2个关票的中间就是比如讲有选出一个，然后剩一个，咱就对2个。关票中间来选一个，安好唔好？好个举手来，好 ，OK。念面咱就对这6位对这6位来选出这2位2位。阿妈请小组长来我遮来领票领票咱咪交转来时阵，甲佫甲我讲发票数。伫领票中间我继续来报告1月2、5就是这礼拜六这礼拜六的新春感恩礼拜册农历初1就是新年我们9点半，甲你的边仔讲9点半做礼拜，9点半只有1场请兄弟注意那我们教育部有举行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第10组、11组、17组，请小组长来领选票拜托咱就是讲选2个啦，尽量不要废票不要把你的那个你要祷告秀出来秀出来。
来，我要邀请咱哦在场的有伫即个男名内底哦，在场的会当有在场无？出来一下好毋好？来翠玲，来头前好毋好？明宏长老，徐胜峰弟兄，有无？来，互看一下嘛吼。刘山、陈某、德恩。这位陈某、德恩，好无？好，介绍一下吼，翠玲也手一来，翠玲过来，徐生峰长老，来来，德恩有来无？来明宏长老，明宏长老，如山只是陈某，挥手一下，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请回座。我们从这6位，选2位，你莫选三个的废票啊，你选一个还阁无废票尽量2位，好不好？请我们注意注意一下你要圈圈打勾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尽量不要投黑票，这个神圣的一票你要投起来。我继续，你有要宣告啥？小组长，票发完以后，请你回报给我张数空白选票嘛顺我交转来咱找到农历过年初1是9点半9点半新春礼拜。那我们1月28，这个农历过年期间，我们全大楼会消毒大楼会消毒个人用品请可以带回各单位请你们覆盖好。1月29号是药效发作的这个，那教会就暂不开放。1月26大年初2儿童及幼儿阿嘎培就暂停1次。好，咱注意听了，注意听请咱了后我们会员和会完之后，我们就会召开生命教育协会的这个大会
109年度的会员大会会员大会，请咱的会员志刚会通参加。那我们还没有交钱，生命教育协会的那咱协会，如果你有捐献1000块以上，就送你好茶啦互你好过年，安尼有无？拢无回应安尼其他咱罗银顺兄弟伫1月14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82岁。伊伫今仔日下昼5点半5点半伫桃园殡仪馆的怀德厅举行追思礼拜愿主安慰他的遗嘱。这是第8组的罗银顺弟兄啦但是伊是请别个教会来替伊来负责因为3位牧者下晡拢爱去上这博士班的课，所以无伫个。咱的上关咱也捌尽量咱会通代替教会去参与在殡仪馆的怀德厅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5点半。当咱咧进行选举中间来报告啦咱上面等伫即个选长落中间，咱来钟议长可以吗？咱来听读即个顶厝的议录。像咱宪规第6页是要报告2019年定期会议议事录。第6页议事第接纳2018年事工报告甲决算案议决陈延秀长老接纳提议接纳会员沈世成复议，在场会员有意接纳。第2审核2019年事工计划甲预算案议决。吴武宗长老提议接纳廖松伟长老复议全体会员无意接纳。第3告买房屋厝的这件案议决会员陈秋玲提议接纳经会员肖兆雄复议全体会员无意接纳。第4选举2019年查校委员案阁有啥还未投票的，阮准备要摕票要收起来要开始要计票。美英姐第17组，请你将空白票跟人数报给我。好，咱继续第4案选举2019年查校委员案，长老柯文雄提议肖兆雄经会员陈进香复议会员杨银平提名廖伟光经会员陈俊妙复议，议长征询在场会员无意通过。议长宣布2019年查校委员由肖兆雄、廖伟光2位担任。以上。相对这议录，毋知有啥物问题无？好，若无咱来确认即个议录插播，请今仔日拄只执事落去1楼来算迄个今仔的奉献。好，若无咱来看现在到伫教学的报告请咱来掀开手中的合会手册11页，11页第11页。咱伫过去即个教室有列伫即个所在临时合会来迄个忠义长老，你临时会合会的议录。咱第7页是2019年10月6号临时会议事录议事过程。咱看第4点，议事过程，长老选举第一遍
选票发出364票，收回360票，有效336，无效票24张。第三点，议长宣布詹翠芬得票超过出席会员367人的半数，当选长老，任期4年，2022年到2023年。第二，长老选举第二届，长老应选3名，已经选出1名，搁剩2名。议长按照选举规则第15条，请求在场会员同意进行第二次的选举。第四点，议长宣布长老第二届选举得票数拢无超过出席会员367人的半数，无人当选。第三，长老选举第三届清查现场出席人数209名，比成会人数367名较少，所以议长宣布停止并结束长老第三届选举。第四，这次选举第一届选票发出364票，收回364票，有效票352票，无效票12张。咱看第三点，显外第8页第三点，议长宣布张端龙、蒋陈模等2名得票超过出席会员367人的半数，当选这次任期4年，2020年到2023年。第五，这次选举第二届清查现场出席人数209名，比成会人数367名较少。议长宣布停止并结束这次第二届选举。以上。好，所以这个等于请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用1场1场，就是过去有安尼，我第一场完之后投了就回去了所以造成了人数不足，就留会我们还要再加补选那这一次那个门都关起来了啦咱尽量咱会通伫报告中间嘛会通顺时选安尼请咱真正是尽量莫投废票安尼虽然祈祷可能有一寡感动安怎请咱就是照安尼来选但是你咧考选的时，请咱注意请我们注意一下好，针对这一些的议事录，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确认这2019年的定期和会还有临时混合会的议录。好了，我们来翻开在教室的报告，我来报告咱的教学在去年11月下面那个人数出席人数我们就自己看，我们来看备注的下面备注的下面成人洗礼，去年行营 C 类我们有37名坚信礼7名，信仰告白7名，总共成人会员加起来是51名51名有转入还有转出的这一些的，还有就是除籍就是回添加的都记载在这边其他咱看伊讲第2020年咱的一个目标就是关键少数引人入胜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2节，望咱伫职场，咱伫咱社区在职场社区，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这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啦针对咱伫教学部分教师的成长部分，唔知有啥物问题无？当教会同心合意，就能够兴旺福音咱旧年所伫通过要买这个有较大的所在最近咱一直伫甲隔壁这个2楼富邦2楼即马在讲一寡这价钱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希望那个会堂可以大概设计到可以坐500人500人的这个位置但是高度可能没有像我们这边那么高，遐尼悬或者讲祈祷，因为咱一场的礼拜无法度容纳太济咱台语礼拜的人数，台语礼拜的人数，我们会堂已经大概满了啦满了，就会阻碍人员的进来这样所以咱伫旧年咱有通过要购买这样一个新的地方刚好在隔壁也很方便这样
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在祷告啊，也价钱也都还目前开的还蛮合理的求上帝来恩待我们因为咱有观音的土地卖钱嘛爱去使用若无使用，未来政府可能会甲咱扣税还是安怎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针对这个教学报告，毋知有啥物问题无？好，若无咱来接续接续小会，请中议长了。小会报告是为伫32页到35页毋知各位就看有啥物问题无？咱去年拢有开和会10月6号的迄个临时和会选中职。来针对小会报告第32页32页。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今年过年较早啦所以咱的迄个会手册今仔日才会当摕到咱遮个过价部分也是各单位伊拢真努力将都10几工尔安尼就会当将遮个资料拢来提供出来好，若无咱来看中执会董事会。请要报告的动工就像咱过去的报告报告的报告者起来大家若敢无问题，我们再下去这样中执会第36页，咱开会日期大概拢传行一寡遮委员会中执会。大概是事务性一寡报告事务性的报告重大的决策都是在小会伫迄个牧师甲长老组成的这个小会那在这个小会当中决策，我们有一些的很重大的议题，包括就是讲同工这长老体贴牧师伫这个牧养的过程中间在关怀牧养还有30、50岁这个区块这。也看见这个需要，因为年龄差距如果5到10岁就差很多所以小会也有允许牧师在有增聘一个关怀牧者关怀牧养的这个牧者来协助牧师这小会已经有伫遮来通过我们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希望我们有30、50岁这个区块30、50岁这你有当时去楼顶看话伫遐毋知是咧灵修还是安怎啦无落来做礼拜所以都需要有一些人的关怀牧养所以咱特别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好，这个中执会报告就是伫咱的这36页所在，有啥物问题无？好，若无咱来请过来。董事会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伫对。来，咱先来我是照这个顺序啦来。牧养系统，咱成人牧区啦。咱来就是报告的就上来甲大家讲你的事工的第几页、第几页安尼请大家翻开38页。新兴乐区伫2020年增加一区第9区的区长由詹翠芬长老来担任。
来针对咱的成人牧区，就是关怀开放式关怀小组吼，请我们踊跃参加这个小组吼。因为婚丧呢，以后我们的人生大事都是透过教会或者是小组，特别是小组来做这一些服事啊吼。你若较无咧出来，人会讲哇，迄是啥物人安尼吼，所以参与率就会有差别吼。所以咱出来小组灵性被造就，而且以后彼此有这样的关怀吼。针对成人牧区的部分，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有啥问题啊无？目前新营牧区大约都有200几个人有咧参加小组，抑阁有差不多一半的左右无参与着小组。所以毋茫咱每一个人会当用生命来应用生命，发挥家己的影响力来听即个教会，进入即个小组，会当伫即个小组的中间参加即个灵性的生活。咱目前大概1/3的人参与在小组出席啦，出席一定有小组，但这出席大概也只有1/3，还不够啦吼。所以兄弟姊妹，请咱踊跃来参加小组彼此来鼓励吼。好，那无谢谢。我们青年牧区。插播一下吼，你拄等第2摆张罗选票，毋知抑有人搁囥你手咧，还是囥你裤底下要烧者无？无吼，请紧提出来吼，因为楼顶开始计票吼，搁有20通张未回收吼。未到的无？你要早转去做纪念尽量莫啦吼。虽然咱无亲像国家的选举遐尔讲你若选票炸出来违法爱用关吼，好，你若有摕到票，你就赶紧甲投吼，是交互咱的工作人员。来，青年牧区，毋知有代表无？敏哲长老有事先那个副区长。儿童牧区，请准备哈。儿童牧区，青年牧区的第43页。敏哲长老可能有代志爱赶落高雄吼。副区长倒落来，安那会无迄落？儿童有儿童。来，请我们各单位的报告人请无安尼牵着时间吼。来，当属长先来。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当时会报告哈，请咱看154页，154页吼。重要的报告，这是第三个所在吼。阮这是开会是完成107年度财务报表甲迄个过价考察报告主管机关核备啦哈。第二，完成108年度预算书甲业务计划书报请主管机关核备案。第三是完成本会法人捐赠章程修正甲财产变更清册。这伫个后壁才有念伊我讲。第四，完成本会法人牧师、传道师
委任案，将事件咱看即个组织的隔壁面155页，即个是组织章程，因为咱设到50多年甲即马愈来愈来，即马配合政府，咱就爱搁定去组织章程爱改变，遮有几个伫下面遮有修正了后的条文，是毋是？请咱家己看。这请咱相应这时间的关系针对好无？当时的部分伫迄个154甲54啊，一直到到158页。较重要158页，遮有一个财产清册遮是伫158页。有缘请咱详细慢慢看。我检查有欠落时间，所以毋茫恁若是有问题，再请举手来问。伫158页有咱的不动产，甲有一个现金的项目，拢记载伫遮。所以教会是财团法人，所以跟一般的庙宇不一样，就是咱教会财团法人是真清楚。然后我们的奉献都可以开奉献的证明，可以抵税，可以抵税，所以这是让奉献，搁咱会当抵税安尼好。针对董事会部分，毋知有啥物问题啊无？好，谢谢。谢谢，若无请咱私下嘛会使问，多谢。谢谢。来，青年牧区。从第几页到第几页？歹势，因为区长迄个明哲长老伊去南部伊有委托迄个阮区牧传道因为团队即马伫干票所以我代替报告。青年牧区的报告是伫手册第44页甲45页咱会使家己看。若有啥物问题，会使伫遮来提出。我想咱针对这个报告的2019年先煞2020年大概有啥物款的计划，简单明了，互人记会牢安尼，好无？好。2020年呢，青年牧区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就是阮伫啥物所在？伫46页，伫46页遐，阮的组织应该有经过真大的变动阮也邀请真侪同工一个来加入，阁有真侪少年囡仔大学毕业的，因本来拢伫外地读册，因即马拢转来到日头园伫上班。阮也邀请因即马阁入来青年牧区一来服侍。阮青年牧区伫2020年，阮所要做较重要的一项工课，就是阮要为阮的周六礼拜，阮的周六礼拜的程序，阮要去做改变。阮要将伫周六礼拜内面，阮要有较济的敬拜，阮来调整阮的敬拜的程序，互阮的程序越来越扎实，互阮的敬拜的部分会使愈来愈会使互人会使进入伫迄个敬拜迄个敬拜上帝的迄个情绪内面。佫第二就是阮伫阮的组织、阮的小组，阮也要用领袖小组的方式，阮要来做。阮小组的牧养这个是阮目前佫有就是咧，阮青年牧区，阮有伫推动一个新媒体小组就是阮今年阮会用真济的时间甲精神，阮有一个新媒体小组，阮就是要透过即马少年人也是咱大家拢会用的，不管是 Line 还是 IG 或者是 FB， 阮会用即个部分呢去找。将这个人，将阮的讯息伫教会内面，阮青年牧区要办的活动，阮的改变，也是阮的活动，阮拢会透过这，阮拢会去招真侪人来一齐来加入青年牧区，比如讲，阮即马，阮有成立一个篮球小组，阮会加入真侪人，因使找因的同学来甲阮做伙拍球，也是阮考试进前，阮也有办迄个读书会。阮也有安排人，像阮这个礼拜是考试期，
阮的小组长穆轩执事，他就召集了很多，就是召集了一些人，然后阮每天暗时啊，阮拢有读书会，哦，拢会使互人大家伫遮读册，哦，阮就是要透过无共款的方式，阮要去接触不一样的年轻人，哦，我们要让年轻人不一定要来聚会才来接触到教会，他可以透过不一样的方式都能够来接触教会，来甚至于能够来进入教会。就像去年我们办的，阮办的迄个圣诞万岁玩完岁共款吼，阮嘛有差不多将近要20个的慕道友，阮来即只来到阮一齐来庆祝圣诞，吼，这是阮的报告。我毋知影传道伫遮有啥物要补充的无？哦，因为好，针对青年牧区，毋知有啥问题啊无？好嘛，谢谢哈。即回大选，恁知影赢伫对无？青年人吼，所以教会若无注重青年吼，明仔载教会毋知啥物款经营吼。好，议长来宣布长老第2次的选举的结果。1号洪翠玲194票，5号徐胜峰17票，6号康德恩11票，陈明宏8号陈明宏65票，10号陈如山190票，11号蒋成模62票，所以我伫遮。